京北區花火大會，係全日本所有花火會嘅秋季花火會嘅先驅。最高！すごい、すごい。咁都要賣下廣告。城北信任金庫。用航拍機嚟賣下廣告。仲有好多航拍機仲喺度賣緊廣告。咁亦都多謝日本各地嘅煙花大師聚集呢個日本東京呢個北區赤羽岩淵呢度芳村啊，芳村河畔度呢個水門啊，赤羽水門邊呢個位置啊，準備咗1萬發嘅煙花。俾我哋啲遊客啊，或者日本市民去欣賞。好多和服妹妹啊！超多和服妹妹，無人機都撤退。收隊啊！無人機都收隊。開演唱會咁樣喎，呢度有 fans 喎上面。住呢度真係威啊！每年都可以就咁趌個頭出嚟就睇，哇！喺成棟架都係。日本北區花火大會，有機會去感受下，頭等喺度爆感覺。